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2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美国 NASA 阿提米斯1号的任务传回来好消息。这是6号做太空船伫拄则台湾时间今日透早已经安全降落，任务成功，结束25天探访月亮的任务。也就是讲，咱人类重新登去月球的日子应该要活。Splashdown. From Tranquility Base to Taurus Littrow to the tranquil waters of the Pacific, the latest chapter of NASA's journey to the moon comes to a close. Orion, back on Earth. 在3个降落伞的辅助之下，无人驾驶的6号座太空船，以每点钟4万公里的速度探过地球的大气层，而且承受摄氏2800度的高温，总算安全降落到太平洋。经过超过25天探索月球的旅程了后，顺利完成阿提米斯1号的任务。We are adventurers. We are explorers. We always have a frontier. And that frontier is now to continue exploring. 因为这个任务是做测试，所以无载太空人。不过这个任务成功，也就是宣告让人类重新登去地球的日子已经愈来愈近啊！甚至未来可能有机会去火星旅行。经过几点钟，在海面的检测了后，美国海军的军舰嘛照原本演练的流程，去附近的海域回收这架无人太空船，甲3个测试用的机人，再搁做数落来研究。13 days later, gets delivered back to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We can actually start pull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doing more post-flight assessments of the vehicle. 人类上尾一届登陆月球是1972年阿波罗17号登陆月球的太空任务。6号座太空船搁一届射月球，毋但创下纪录，乘做飞离开地球上界远会当载人的太空船，嘛传到倒来真侪会当用来研究的珍贵影像。阿提米斯1号任务是 NASA 重新登去月球探索的第一个关键的阶段。所有倒来到地球的装置数据，嘛会予工程团队评估未来敢会当替载人的飞行任务提供安全的保护。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镜头转来台湾来关心中国，毋但禁咱的水产，佮扩大禁咱的台湾米露甲高粱酒，还佮有乌熊杀素这物件。卫福部伫昨昏有出来强调讲，政府拢有认真咧协助咱的业者去申请去补件，绝对无因牵着，是中国直直退件，而且拢无爱讲原因。伫进前无已经禁止咱国水产品进口了后，中国海关总署以注册消息无完整为理由，又搁暂停台湾米露、金门高粱，也甲乌熊杀素这出名的商品进口。到7日暗时的统计，台湾登记销去中国的产品，互因禁止的比率达到74.5%。卫福部食药署10月亲像火线背回讲无前沿的问题，食药署有建立平台，3月度协助送件注册，回应中国审核标准真乱，退件嘛无说明原因。整个协助的部分，从专线业者有问题就可以问，有专人，我们会有专人来协助业者，然后再来我们有专区，用3专，我们很认真的赶快把这些部分进行。表面上看起来是有提供所谓的审查不符合原因，得到这些讯息之后，也都有去问说，那不符合，总要知道说为什么？事实是，没有回应。中国去年4月新规定，要求销去中国食品生产企业必须向海关申请注册。咱方为去年10月开始协助业者提交3232件资料，目前互因禁止的拢总2409件，其中1800多件厂商无要补件。这届禁止上济是水产品，大部分销去做罐头。农业会会辅导业者转东南亚加工。台日协会会长苏家全表示，当地甲日本接触，设法要甲台湾的农渔产品销去日本。我们会寻求像日本其他由我们的国家来尽力的来行销。一定是厂商在申请当中提供报表方面没有及时提供我觉得这个是后续可以去处理的啦，没有说想象的说这么的严重。到底中国搁对台湾提出贸易禁令的时阵，两方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的理事长刘兆贤初次带团去中国访问，不过背回讲会前唔知影中国会对台湾搁下禁令。苏贞昌是讲，在这个时阵搁去食饭博感情，民众拢伫看，应该团结共心对话才对。记者综合报道。
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暗是较凉的。台南以北也有宜兰低温是15度至17度，其他的所在是18度至20度。若食方面的北部含东半部会继续落雨。气象局有针对基隆、台北、新北甲宜兰这4个所在发布大雨特报。同齐来看分图。气象局是表示，未来1礼拜有2波冷空气会影响咱台湾。头一波是伫14、15这卡斗，北台湾温度差不多是15度至17度。若透早东北季风会增强。除了北台湾热温继续降低，中部、东部局部的所在高温嘛，敢若剩20度尔。若第2波会伫17这个时来影响台湾，中度有达到第6冷气团，中部以北热温会到12度，而且有所在有机会会降到10度左右。敢会将做入冬以来头一波寒流这部分爱个观察。若目前伫菲律宾东北边的海面上有第25号轻度的风台帕卡，继续往东北的方向刷叮当。不过未来发展的空间有限，而且对咱台湾嘛无影响。关心疫情，疫情转好，外界是关心讲，咱当时会当甲新冠肺炎对第5类的法定传染病降做第4级，等于是一般的感冒。卫福部是回应讲，因为即阵中国的疫情无啥稳定，中国的疫情还阁咧行，所以咱敢会降级这部分爱阁观察。最近3冬的新冠疫情，互真侪感染科医师、护理师真辛苦。台湾感染症医学会表示，2011年时有40几个感染科医师，到达剩差不多20人左右，能力报告真严重。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8、9点、10点、11点才下班，都有可能。人力、新药，一直都缺少。希望大众重视防疫人员，学会即届嘛特别将12月12做头一个感染管制日。另外，随本土疫情转好，外界有人咧问指挥中心什么时阵退场，也阁有新冠肺炎敢要降级，敢会伫年底正正就该传染病类别。出席活动的卫福部处长周宗良安尼讲。整个 COVID 的国内的轻重症的变化情形，以及国外的疫情，特别是中国大陆，那么这一波疫情的影响如何？那么会作为我们那么决定是不是把第5类那么降为第4类的这个时间的考量。周宗良表示，虽然国内疫情转好，但是中国疫情不明，数字悬悬低低，即马阁亲像登记到武汉疫情拄断时，阁需要观察一段时间。未来嘛会伫传染病类别经过了后，再来讨论指挥中心何时来退场。记者田文丽台台北采访报道。再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新冠肺炎本土病例昨昏是新增加14034例，这个病例数是比顶礼拜有加8.1%，嘛已经连续3天，病例数拢比顶礼拜同期还阁较侪。今仔日的病例数应该嘛会继续增加超过1万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本土病例无遐紧降，应该最近逐天还阁会超过1万例，已经起起落落，所以民众要继续做好防疫措施。来关心自由时报，边境放令疫情解封，产险的业者希望费拄理赔。业者是表示，防疫保单、投保、核保、理赔这过程有伤侪政策介入，嘛偏离保险契约的条款，因有可能若是无共，若是无解除，会阁爱有300亿爱赔，爱家己吞。来关心中国时报，最近金门的高粱酒互中国禁止进口，加上小三通也未通。拄选调金门县长的陈福海，也有拄选调连江县长的王忠明，今仔日会带团去中国的福建，甲中国参详。中国嘛有特别替因开绿色通道，唔免隔离。若国民党金门立委陈玉珍嘛会同齐去。国防部是公布，昨昏中国有13架军机、4架军舰来侵扰咱台湾。为特别应付中国的威胁，咱海军打算要升级11架军舰，伫军舰岛向2向3的飞弹要加强火力。国防部昨日发布，共军出动13架次的军机、4架中共军舰侵扰台湾，也超越海峡中线。国军战机来升空，军舰加华地飞弹系统严密来监控。大家看向天空。
典型高机动性具备科学防空火力，海军国号领舰艇、投钢舰、塔钢舰互相项目接手。海军继续量产后续军舰区分2阶段，第一阶段6只采取8粒向里加4粒向西的飞弹配置，第二阶段调整正水4粒向里加8粒向西的飞弹，大幅提悬对着强军舰艇的打击能力。不过向西飞弹数量加倍，反映伫成本。第二阶段造舰费用对每一只54亿外，增加到每一只64亿。民众党立委柯信万认为，国防部应该加强管控作业。国民党已经讲要严格监督。如果你现在要增加熊3的那个数量，可是它也减了熊2，那它的那个差异其实很容易就算得出来，所以它大概多了多少钱，那个也很明确的。那可是你用原物料上涨，这个已经涨了好几次。不管是在我们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增加，还是原物料的调整，都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两岸情势紧张，美国国务院宣布亚太驻庆康达11月10团访问中国，那也说拜登甲习近平会议的谈话，也为国务卿布林肯明年访问中国做准备。另外，由托尼基广播电视公司举办的世界论坛，头一摆列入美中台议题。华府地科学者柯格曼认为，拜登失败讲协防台湾，竟然用讲唔对来解说，要国防授权法案立法军援台湾等，也强调台湾民主是美国印太战略上重要的。记者综合报道。永远要坚持。日本的执政党自民党的政调会会长秋生田光一来咱台湾参加论坛，针对外界是关心咱台湾敢有法度加入 CPTPP， 伊是强调伊绝对支持。伊嘛佫讲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所以伊呼吁中国爱有站站。大家好。用中文甲大家问好，甲台湾人较亲。日本自民党政调会长秋生田光一11出席台日关系演说论坛，对各界关心台湾是毋是会当加入 CPTPP， 伊特别强调，家己绝对支持。佮提起强军今年8月对台军演，要求中国透过军事提升紧张关系行为愛消責れ。ですから CPTPP はこの野心的な高いレベルの協定内容を私は台湾の参加を支持します。台湾有事は日本有事であり、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ある。中国自身がその行動によって証明したと考えております。秋生田佫讲，台海的和平稳定是未来是毋是会当维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试金石。伫贸易方面，秋生田佫提起，虽然台湾对福岛5县生产的食品也有部分管制，希望会当赶紧解除。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全玉泰认为，疫情期间台湾无救回报，提供日本喙安甲医疗物资，加深双方信赖甲友情。台湾は台湾 can help を合言葉に、私は日本と台湾の間にはこのような見返りや利益を求めることなく、お互いを思いやって行動できる信頼と友情が築かれていると改めて感じたものであります。全玉泰特别提起，议员外交发挥重要作用，代替日本政府连接甲台湾的管道。期待论坛是日台倒来到疫情前正常世界的开始，也是日台值得纪念的历史之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宣布要放零防疫，有提出新10条措施。那中国即阵确诊人数是继续增加，引起中国人拢在抢买药仔含喙安。即讲就宣布全民拢爱挂喙安，若无挂喙安会互追究责任。中国的防疫专家是表示，中国疫情的高峰可能会出现伫明年1月份至2月份即下头。中国进前宣布优化防疫新10条，管控的最坏大放松。不过为着新冠病毒人数其实大大增加，引发民众囤药的情形，就连防护力较强的 N95 喙安也常常袂了了，继续一直起。N95 口罩本身它的这种专业性和密闭性是能够防止呼吸道这个传染疾病的这种。唔那抢喙安，就连民间的偏方黄桃罐头也抢买。即间省同向市时推出全民挂喙安的行动，也要对无挂喙安的民众来追究责任，引发完全无同的评价。中兴医大学生早早集合伫学校门口画口号，艺术院的新校区的学生会使自由回乡，旧校区其实一直无开放，引起抗议。虽然中国官方决定放松管制，不过武汉生理人在因为疫情的封控备受冲击。根本的做不下去了，放开了，阳性都出来了，都根本没人了。这是明年上半年，这个3月份左右，
应该是差不多是这个时间，我不敢做，但现在看这个趋势应该是这样。中国防疫专家对着疫情发展依然是乐观评估，明年顶半年就是恢复疫情进前的生活水准。只是中国抢药的情形也出现到香港，真侪药房传出欠货，当局也呼吁民众卖囤药啊。港大专家金东岩呼吁应该取消场所，稍后尾也搁快速检查取代大规模的核酸检测。第四李家超是讲，明年有可能实现甲内地通关。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香港一团媒的创办人李志英防指控含前行政总监吴伟强涉嫌违反澎湖大楼的租约。香港法院依早起的罪名，判李志英5年9个月，判吴伟强1年9个月有期徒刑。李志英防指控讲涉嫌隐瞒，而且违反租约12档。法院要求伊3个月内要立清罚款200万港票，若无会互加关1档。那李志英防指控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势力，这个案即嘛也在审判，会延到明仔再提起审问。来关心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有派15架无人机去空袭乌克兰南部，造成奥德萨这个城市150万人即嘛无电通用。那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在领奖的时是批评普廷，嘛呼吁国际社会要继续抵制俄罗斯。看过去，世界警察拢吹高高，居民伫公园内底清扫物件。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这个月7日，俄罗斯搁一摆出动至少15架的无人机，对乌克兰南部2个能源设施展开攻击。虽然乌军甲其中的10架拍落来，依然造成奥德萨所有基础设施停电，100万人无电通用。Дуже складна ситуація в Одеській області. Після нічного удару іранськими дронами, Одеса та інші міста і села регіону у темряві. Станом на цей час більш ніж 1,5 мільйона людей на Одещині без світла. Підключені лише俄国战争超过9个月，伫俄罗斯一直攻击乌克兰的基础设施了后，真侪地区民众无水电甲暖气通用，有民众汇集食物甲供暖设备，替乌东前线战士送温暖。7日伫挪威领奖的诺贝尔和平奖的3方得主嘛批评普廷入侵乌克兰的决定，呼吁各国要继续抵制。То я дозволю собі звернутися до людей у різних країнах світу із закликом до солідарності. Ви не маєте бути українцями, щоб підтримати Україну. Достатньо бути просто людиною. 白俄罗斯人权团体领袖比亚利亚茨基因为获感激，所以获加奥平丘克大领奖。伊表示，俄罗斯想要伫乌克兰建立复苏的独裁政权，就像白俄罗斯共款。而另外一个领奖的俄罗斯人权组织纪念的主席拉钦斯基，嘛批评俄罗斯伫普廷上台了后，对出面国家进行侵略，拢是为了追求家己的政治利益。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来看瑞典的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有上新的报告，内底是指出讲，受俄乌战争的影响，各国即马拢有强化军备的意识。目前美国军火工业的产能是比欧洲也搁较强，是全世界上强。那国防的指出，全世界伫美国是排第1，中国排第2。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计划的 F-35，会当讲是新一代战机内底的名称。就算一只计销超过台票24亿，不过毋但日本、韩国、台湾等等的国家积极要争取，本身嘛有先进航太工业的北约、欧洲盟国嘛小济采购。伫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爆发进前，英国、荷兰甲挪威都有先注文，而且小联社收到新机加入战备。Largest arms producer in the world, right? They have the biggest arms exports, they have the the biggest military, and so they have the biggest arms industry. And so you're looking at Lockheed Martin, Raytheon, Boeing. Even though it's a commercial aircraft maker, it's a massive arms company. 当然，美国并毋是伫咧每一个领域拢占赢面。各国主要战车的采购是以老牌子德国的战车上介受欢迎，火炮的部分是属于法国的天下。咱海军畅水艦是造船工业真杂白的英国、法国、甲德国这3个国家，嘛是其他国家优先采购的对象。咱造成各国的政策转向，想办法提出更较侪国防预算。上介大的因素，就是目前战事还阁伫咧当前的罗西亚乌克兰战争。There are two factors that are impacting demand. One is, of course, the resupply of the depleted stockpiles that European and US has basically been giving to Ukraine.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global security kind of the situation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countries are looking to procure more weapons. 现在专家所谓的安保情势改变，伫欧洲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然后伫西太平洋都是中国持续的军力扩张。Israel has the second largest military spender, and it's been on a essentially a mission to increase its arms production and be self-sufficient for the last 20 years. 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新冠病毒疫情嘛影响各国军事支出的走向。The 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both from labor shortages but also from inputs, raw materials, are really slowing down companies' ability to produce weapon systems and deliver them on time. 欧美军火商受到疫情甲战争的影响，罗西亚嘛无例外。受到制裁的罗西亚，原物料无法度出口，冲击到欧美军火商的关键零组件的产能。不过，罗西亚对外军售毋但管道受限制，已经交回制造商，因为去互国际金融体系排除在外，发生收无汇款的情形。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来关心世界杯骹球比赛4强的名单已经出来啊！摩洛哥是头一届踏入前4强，伫法国的摩洛哥球迷伫街仔路欢喜过头，尾啊全演变做暴力冲突。另外，还有一个美国体育新闻的记者咧报骹球比赛的时，却常常心脏病惊起来，不幸过往。法国巴黎街仔路民众伫庆祝塔迪比世界杯4强比赛，也毋过在着时间愈来愈暗，这种庆祝正做暴力事件。庆典面放火，深夜甲毋愿意离开的摩洛哥球迷，真侪人违规放烟火，因为烦恼会引起大火。巴黎政府出动电报警察，用催泪瓦斯赶走球迷，佮逮捕至少74个人。除了庆祝变作暴力事件，美国嘛有一名体育记者华尔伫采访的时阵恐死亡。48岁华尔捌伫美国运动卫刊做记者24档，伊的报道真活泼，增加真侪美国民众对骹球的关心。受到中东国家卡达禁止同性关系，华尔捌穿着黑底彩青色包着骹球的 T 恤，要去看美国对威尔斯的小组比赛，表达小听 LGBTQ 的权利，适合维安人员拘留，加做新闻话题。为了报道世界杯，过去几天伊捌讲过，连续3礼拜困无够压力大，加上大量工作，造成身体无爽快，有去卡达媒体中心的诊所看病。到初九，伊伫报道阿根廷对荷兰的8强比赛时阵，技术心脏病发作，向伫采访区倒落来，医护人员紧急对伊实施 CPR 心肺复苏术，送病医了后，医院救袂倒来。华尔街奥古德是有名的流行病学家，知影消息了后是毋敢相信，伫国际骹球总会主席因凡提诺甲卡达高尔夫甲遗产最高委员会嘛用声明表达哀悼。公司新闻是董炳玉。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2014年时，美国的总统奥巴马伫华府和非洲的领袖举办峰会，红看作是历史性的峰会。人被当了后，即马现任的美国总统拜登伫13时明仔嘛要举办第2届的美非峰会，要对抗中国和俄罗斯伫非洲的势力。来关心日本已经过身的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小弟众议员岸信夫对外表示，因为健康的因素，后一届众议院的选举伊无要选啊，会退出政坛。日本媒体是表示，伊的接班人可能是伊的大汉后生岸信千世。来关心瓜地马拉的火山喷发。瓜地马拉当地国内上大机场甲一条主要的公路，即马拢关起来。火山平均是每4到5年就喷发。2018年的时，喷发的时当时有造成215个人死亡。若当地政府即马正在监控，目前是也无民众红贴地。镜头个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来看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伫昨昏是专工陪立委补选国民党的王凤仪去扫街拜票。针对对手吴怡农讲要刷上山机场这个政见，蒋万安是表示，这是牵涉国土的规划，唔通因为选举就乌白开支票、乌白乱做。那吴怡农是强调，因为气候变迁、气候反常，即马伫都市需要抢拿，所以甲上山机场改做公园，对市民才是上大的福气。
嘉宾甲市场采访阿秀，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担起家母的责任，在伊头一届陪同汪凤仪拜票，针对双南机场迁建议题，民进党吴怡农点名蒋万安无反对迁建，不过蒋万安反驳，认为甲双山机场变作公园，无符合民众的期待。汪凤仪讲，为中央交通部到国防部无看到可行性的报告。也必须经过中央和地方完善的沟通，提出一个符合而且兼具国土、都市、地方需求的具体方案。所以必须要严肃审慎的面对，绝不是一到选举仓促的提出。让这个中央政府知道，如果真的大家要讨论的话，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具体的来做一些评估跟规划？侯蒋万安批评要选举也才凊彩提出政策，吴怡农硬讲松山机场200多公顷的土地起公园，才符合上大的公共利益，尤其气候变迁需要城市的戏，颠倒问蒋万安敢无认同？其实直接用仓促提出4个字来批评，我觉得太空洞了，也很可惜，没有太大的建设性。我希望我们蒋市长对于我具体的5个主张，可以提出他哪里不同意。但是蒋万安12要公布头一轮小内阁名单，甚至请国民党立委林奕华担任副市长，也引起关心。不过地政局长张志祥已经和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请去啊。蒋万安嘛坦白讲，好人才大家拢要抢，家己的小内阁名单成员拢是一粒一粒。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这个拜六，嘉义市长要选举，选昨昏是选前上尾一个拜六礼拜。要争取连任的国民党候选人黄敏惠，昨昏是去市拜票。也那伊的对手李俊毅是和民进党前党主席杜永泰，阁有前卫福部长陈时中做伙去扫街邮票。那拜票那甲支持者拍招呼，车闸主办完主席暗会，前来党主席朱立伦等来坐镇的嘉义市长黄敏惠，加讲在早起行入市场，甲民众握手翕相，无大咖陪同，以亲民的形象来争取连任。稳健的脚步在做，一面做事，当然有一面选举，可是我们觉得市政推动还是最重要。而且我们也来这边看到，我们平日努力，包括我们的食安的问题，还有整个一些设备。坚持家己的步调，黄敏惠认为政治就是上好的宣传。另外，为着终止高学历选举的失败，民进党也下达动员令，全力辅选李俊毅。礼拜几天由前党主席杜永泰、前卫福部长陈时中来陪李俊毅拜票。这个礼拜应该来过2次嘛，哈，那也希望说，如果嘉义市对我仍然有一些情感在的话，把这个情感转移给俊毅。我们就是用这样跟基层接触的方式，让民众听到民众的声音，也让民众了解说嘉义市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一直的手持票选前最后一个拜六，国民党甲民进党各自冲刺选前，正最9合1大选了后，3场演长赛头一场，国民党甲民进党拢想要摕下嘉义市长宝座，得到好彩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选调苗栗县长的郑东锦，因为发动参选，和国民党开除党籍，伊是提起党籍存在诉讼。法院的法官是劝双方爱调解，传出党中央愿意和解。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爱外界唔免来考虑这件代志。另外，伫民进党这边选后的检讨会议，传出有党内立委是质疑讲无重点，而且佫讲放任贿选案直直传出来，这是选输的关键。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回应讲，司法检调已经真认真、真拍拼，有抓到3000外件的贿选案，政府袂使干预，也毋过政府一定会严加追究。危机参选，和国民党开除党籍的苗栗县长当选人蒋东锦，选举前提起确认党籍存在诉讼。台北地法院7月头一届开庭，法官当庭考劝双方调解，佮建议蒋东锦照党内申诉管道救济。传出党中央愿意司法和解，那政治是不是会当和解？蒋东锦无愿意回应。社会也不必去见缝插针，那我们自会按照我们的党的相关的规范来处理。针对民进党要修选罢法，和捌牵涉到乌金称多个人袂使登记候选人，行政议会15要通过行政院办的草案。朱立伦认为国民党长期坚持排污条款，比民进党更加严，爱民进党莫讲伫别位去。
9合1选举失利，民进党头一场检讨会，捌予党籍立委刘世峰质疑，败选关键就是建在贿选真济，副选东北轻南，家母选择性带家囝这问题。有在查起，但是社会会期待说，你查起过后的成果是否可以按照我们一般在侦查的程序里面，就赶快对社会上做一个公开的程序说明。从选举以来，已查获3000多件，涉案5000多人，正在独立办案中。政府不能插手干预，但必定严以追究。天司法检调机关也尊重相关的检讨，苏贞昌讲，对应该爱做的政府内部拢会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南客家的抢案，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彭永玲是表示，这个犯罪分工正又有3层，若嫌犯是毋拿2个，警方伫最近会阁有行动。针对这个抢案是伫9合1选举进前，各大拢还未抓到，还未破案。彭永玲嘛，红点名爱落台负责，伊嘛强调伊会承担。选前台南客家爆发88宗重大刑案，到即阵也未侦破，对着外界种种质疑，台南市警察局长彭永玲头一摆讲到侦办的进度，初步掌握犯罪集团分散的残局，有指挥执行甲帮助脱逃。进前遭到通缉的洪正军甲孔祥志就是有执行的改善。我们很快的就掌握这一个枪手孔祥志，那后来确定他暂时人间蒸发之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展开下一步的行动。对指挥甲协助脱逃的对象，彭永玲表示，警方最近有行动，只是证据案件侦办也引发政治效应，伊被点名爱落台来负责。彭永玲强调，绝对未来少年职位。对着治安的无平静，警方是加强来侦查。伫高雄市有警察查到正残的4个查甫人违法经营侵害改造工厂，提供乌道帮派使用，以修理农具之理由购入改造枪械之器具并以僻静巷弄之民宅作为改造枪械处所。警方对初5开始专台执行，为了扫动专案，今日伫台中，警方已经抓到11名乌道帮派成员，查到12支乌枪。新北市是伫初11天查到5件甲早期毒品有关的案件，抓到通缉犯在内定20人。而台南市的永康分局是伫1礼拜内查到60件不法的案件，警方严厉来执法，全力维护治安。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伫咱国内的外国人车祸死亡的人数，逐年拢在增加。有旅游业者即马是认为讲，包括咱的人行道标示无够清楚，也搁有伫路里嘛拢无英语的标示，互外国人拢看甲不飒飒。而且搁较重要的是，咱国民对交通规则的观念嘛爱提升。骑机车人车顶才拄啊起步吹油，一台电动脚踏车就位边啊弄过来。这是发生伫初8新北市新庄的交通事故。电动脚踏车的车主涉嫌弄红灯，煞伫案发了后逃走。有关涉及肇事逃逸之电动自行车驾驶，警方已调阅监视器影像循线追缉中。警方持续追查，无排除是外国籍移工肇事逃走。只是车路哪好靠这个话，大好说明咱台湾的交通环境，尤其是国内道路状况真济，对外国人来讲，定定感觉真危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报道，直接点出台湾的交通哪亲像行路的人的地价，不利观光发展。Generally, I think it's okay if you cross at a lights with the lights. I think it's okay. It's not a big problem. But sometimes it is a little crazy with the scooters and stuff like that. You have to be a little careful, I think. It's more dangerous back in my country. But I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English signs. 看道安会统计，伫台湾的外国籍人数，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为108年12人，去年增加到33人，今年到9月已经有26人。受伤件数嘛是有增加的趋势，咱国内交通原来引起讨论。人行道的交通的标线呢，因为年久，所以它时常会有不清楚的状况。是，然后也让很多外国人或者是观光客来到台湾以后，他要过这个马路，他会搞不清楚。那人行道的标志无够清楚，欠缺英文标志，对外国人无友善，甚至搁爱面临亲像机车、脚踏车伫马条线顶悬抢通行这交通乱象，除了强化交通普及的设计，守法观念爱提升，这原来是一大课题。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屏东恒春伫昨昏举办越野大会师，200台越野车伫遮嘛引起一寡乱象。有当地民众就发现讲，有一寡沙坡仔车无牌伫大路驶，而且碰叫噪音嘛真差。警方嘛有掠到3台无牌的越野车，拢对因开罚单。越野机车、沙坡车伫车路开过去，详细看，发现有几台车根本都无车牌，阁有真大声的噪音，互当地居民感觉真差阁危险。就是声音还是蛮大的啦，对有些人来讲是噪音啊，都好像没有红绿灯一样啊。哦，都真群啊。屏东恒春逐年拢有越野车伫咧垦丁集合，今年10月举办，所以礼拜六路的四界看到越野车，虽然真闹热，却因为少数无守规矩的人变得真乱。你们这个车有没有牌照？没有牌照。无牌煞开上路，警方拒捕出动处理，果然查到3台车无牌照的越野车加沙坡车，其中一台越野机车没收。直接以道路行驶无牌越野车，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第32条规定，最高可开罚新台币10800元罚款，并禁止其行驶以或没入车辆。警方定点查查，确认开上路的越野车是毋是合法。居民认为办车会虽然会当带动地方的经济，不过也希望车友会当守规矩，以免让当地人观感无好，引起不满。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嘉义市的教育处最近和市内幼稚园内底的家长也搁有囡仔同齐去参观北门车头和林铁车库园区，希望让当地囡仔会当了解家己的铁路文化。转车台是让什么东西转边？火车头。哦，这样我终于搞懂了。幼儿园的囡仔伫林铁车库园区内底，甲参加活动的人做小解。在伊早时，嘉义市的5项幼儿园举办林铁文化亲子活动，让大人甲囡仔会当入摆嘉义林业铁路文化。我囡仔伫大班嘛，所以阮今日来行几啊届，囡仔大概来拢有无共款的发现，所以好办这个物件，互囡仔才愈知影讲咱家己在地头上有啥物物件。因为我本来都不知道转车台啊、转车器是什么东西啊，经由他们从学校里面获得到的知识，就顺便教给我们。为着要发展在地文化课程，5项幼儿园以百年林铁做主题。带家长甲囡仔来到北门车站铁路车库园区家己制裁所，希望囡仔会当为细汉就知影地方的文化。我们希望让我们的这样的文化的概念可以从小扎根，让孩子知道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城市。为了世界遗产登录去继续做努力跟教育，所以对于小朋友的延续嘉义在地的文化非常的重要。有家长就表示，平常时其实袂专工来到这种所在，学校透过活动，甲林铁相关的课程拢合做伙，毋但创造真好的合适机会，嘛传承家己特有的林铁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嘛是要自细汉定根，这是南投德山的地标真出名。社区内底的囡仔自细汉就接触地文化。今年伫南投的世界地艺博览会顶头有举办全国小小地艺术比赛，随着国小的学生囡仔参加比赛有得奖，这是互校长和学生拢真欢喜。甲地米浸伫地鼓，了了啊，甲地倒入去地杯啊。每一个动作拢做甲真有路，可惜袂适合一个专业地艺师。因就是伫今年南投世界地艺博览会得到上亚军的选手，4个囡仔拢是随着国小的代表，即届得到好成绩。这3电农会也亲身到学校搭红纸庆贺。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啊！其实瑞竹国小发展茶艺至今已经10几年的历史。那有赖就是我们像我们才老师，当然这是最主要学生的努力啦。才有这样的一个成果地艺比赛通常拢是2人一组，一个是主要泡茶的人，另外一个是辅助的角色。茶泡好啊了后，就爱烘茶。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有真侪美感。每一个选手也是经过几礼拜的练习，才会当伫比赛得到好成绩。一开始收到要比赛的通知，很期待，但又很害怕。过程中，老师们也比上课还更严格，因为练习很久了，所以比赛没有很紧张。
我会往好的地方想，不要想一直会被老师骂。正面思考，放松心情。去泡茶。教到我们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努力是有回报的。人咧讲，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在山顶，规年冬天拢出产地叶。随着国小的囡仔自细汉就伫充满地文化的环境当中学习，加上学校也专工设立地艺教室，请专业的老师安排多元的地艺课程，就是希望后来每一位学生唔但晓泡茶，也有能力通甲别人了解家乡的文化特色。记者综合报道。那屏东万万的乡立图书馆为着要推广在地风景和了解馆内新册，即马是特别推出对册去旅行的计划，由馆内员工甲这新册提起乡内的景点翕相，才互民众又看卖讲这本册即马伫倒位，若是找到的人就当摕到礼物，嘛要趁这个机会推广阅读和在地旅游。一张搁一张的相片，要互大家晓讲这挂册伫倒位。屏东万峦乡立图书馆为着推广新册，佮有行销在地景点，特别举办对册去旅行的计划，由图书馆内底的员工甲册载到乡内的景点翕相。本来都是在馆内展示而已，那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同仁家一起来讨论，就是可以跟我们万峦乡的美景来做结合，然后呢，也用猜猜看这是在哪里来行销我们万峦乡，同时也行销。就是来介绍我们的新书。侪民众表示，看到面册顶面的大文，特别到万峦，想要知影遮的风景伫倒，会使哪看册哪旅游，甚至有游客专工为高雄落南参与活动。就是第一次看到，原来你猜对一个地方还可以得到小礼物，那就是特别想借书，然后就带回高雄，然后有机会再回来这边，然后把书还回，就顺便在万峦观光旅游。觉得以这种方式的话，会让人觉得说，哦，万峦有很多的景点，可以让供我们去游玩，或是借一些新书，这样展现推销我们万峦是很好的。图书馆强调讲，以后每个月拢会有同款的活动，欢迎大家到面册顶头做伙对册去旅行，看好册，佮有美丽的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屏东今年的落山风艺术季伫茶城的海口港正式起挂，有邀请13个国际艺术家来遮展出因的作品，会当看到一寡真新式的艺术创作，而且即马大家会当来遮透风的半岛佚佗当着时。恒春半岛当年落山风对10月吹到过当年4月，风力强烈甲风台有对比。为着要拼寒人的观光旅游，屏东县府开办落山风艺术季。今年以未来风洞做主题，也邀请到世界级的荷兰艺术家 Theo Jansen， 以创作的风神秀，靠风就会当家己行叮当。很想来看那个什么仿生兽，第一次来海口港，觉得哇，这边的海滩实在是很干净。跟印象中不一样，特别干净。然后它的艺术品也展出的艺术品也都越来越精致啊，然后品质也越来越好。演过变哪怎人生水的大季结束，落山风开始吹的时，游客就走到无半个人。地方改变思考的角度，落山风的季节正是观光的特色，寒人也有无同的趣味。我觉得这个海口港这些艺术装置还蛮前卫的，蛮有设计感的，对，然后能够让人家蛮放松，然后或者就是能够跳出那种传统的框架，我觉得这样子蛮好的。今年落山风艺术季邀请到墨西哥、日本等13位艺术家来参与，伫屏东车城的海口港就通看到因的艺术创作，让大家唔但当愈了解咱台湾桂风的特色，也通欣赏到世界出名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那卡达即阵有济球迷，所以有生意通做，生意真好。各行各业拢在加班，嘛包括当地乐岛。因为去卡达看卡球比赛，球迷嘛去卡达佚佗。有的游客就去体验骑乐岛，就是因为游客伤济啊，乐岛的载客量是比普通时啊加4倍。有的乐岛添到歪腰，添到骑袂起来。徛伫个乐岛顶悬，欢喜翕相，还会当看沙漠的好光景。卡达世界卡球比赛，是啥济游客入来卡达，除了看比赛，真侪人嘛去度下郊外沙漠体验骑乐岛。No, la verdad que una sensación increíble porque te sentís como re alto y la verdad muy lindo andar en un animal. Hubiera preferido estar por las dunas o ir un poco más allá, pero bueno, estuvo lindo.
不过游客人数真多，历史陆道载人客量日头增加，原本走5抓就会当休困。卡球比赛开始了后，就要连续走15抓至20抓才会当休困，有当时甚至就要走到40抓。为陆道走到忝啊，规气都安尼趴伫涂骹休困，主人嘛敢若会当家安搭一个，互伊阁休一困啊。كل بده يركب ففي ناس ما بتعرف عن الجمل أي شيء يعني بس بده يركب بده يصور فأنا الوحيد المحتك بالجمل بعرف إنه الجمل إذا كان تعب مثلا اشتغل كثير مثلا ركبت فوقه حوالي 30-40 شخص كلهم ركبوا أنا متأكد إنه الجمل واحد يعني دول كلهم ركبوا。其實嘛，毋是所有的人拢對騎駱道這種行程特別有興趣。這個位阿君定來求賣講，接續伊要甲朋友做伙找一台沙坡車，要來去沙漠看賣啊一個。Esperaba una travesía más salvaje. Cuando me dijeron una travesía en el desierto, dije bueno, camello, desierto, es algo que no tengo allá, vengo acá, lo quiero hacer, pero encontré como un lugar muy turístico. 即嘛全世界球迷拢伫咧小卡球比賽，有上萬人湧入去卡達，即嘛互一直咧加班服務遊客落島，成做另外一種嘅職業災害。公司新聞鄭偉仁編譯。行台啦，歐洲已經解封了後嘅頭一個耶誕節，行啊路即嘛耶誕節定海市啊，攏已經恢復。也毋過因為戰爭能源起價，加上地球暖化、氣候反常，過耶誕節嘛愛節能減碳做環保。大部分即嘛攏燈海花燈攏改用 LED 嘅燈啊，開電火嘅時間嘛攏有控制，攏有暫節。節日愛過，毋過袂使傷過頭節。过去2档因为考虑到防疫，奥地利维也纳的耶诞市啊，一年是无法度只好取消，另外一年是拢无成立。今年是疫情了后第一摆无限制其他代志对大众开放。宫廷色彩正高的维也纳，无论是巴洛克风格美景宫、美泉宫，还是市中心的自由广场，当中有30个耶诞市啊，四个拢闻到烧红酒，还是烘栗子的香味，佮有合唱团好听的歌声。Insgesamt 300 Jahre, weil 1722 hat hier der erste Advent- und Weihnachtsmarkt auf der Freyung stattgefunden. 经过588档，德国上老牌的德勒斯登耶诞市啊，开幕即天，佮安排做胖的师傅，甲一条2.22公尺长的史多伦，都是德国式耶诞鸡卵糕，放起伫舞台顶，市长亲身来切开。照传统，现场卖史多伦切片的钱，会全部拢用伫主线。另外，伫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之下，商品的价销嘛有起。伫摄氏0度这种低温之下，销量有够好的烧红酒，价销嘛起1成到1成5才济。Der Gaspreis hat uns auch getroffen, aber wir haben ja hier in den Hütten Propangas. Das kommt ja aus der Petrolchemie, aber dieser Preis hat sich in den letzten 2 Jahren auch verdoppelt. 欧洲各大城市的耶诞灯海是推出减能环保的措施，用 LED 灯来取代一般的电火球啊，光的时间嘛减短啊。较早不来梅的街仔头，耶诞灯柜是10月底一直到2月底，但是今年敢若对11月20到1月31。土菜豆腐的街仔路灯会表演，一天敢若光5点钟，毋是较早的15点钟。法国东部的米卢斯街仔路耶诞树仔光的时间，对较早是每一天早起10点，改做下晡5点，安尼等会当省35%才济。首都巴黎名牌的百货公司沙玛利丹，烘路嘛敢若设伫17度。Donc il faut faire moins d'énergie, moins d'électricité et moins d'illumination. Mais en même temps, on ne peut pas priver les Parisiens, les plus jeunes, les enfants, les visiteurs, les touristes, d'un moment de ce qu'on appelle de la joie partagée, de la joie collective. Donc il faut garder l'émerveillement de Noël, de la période de Noël, et en même temps diminuer la consommation d'énergie. 最近几档因为地球暖化，冬天的气温是愈来愈悬，为此户外储冰场的运作爱开真侪钱。包括西部的城市土耳其，去甲储冰场拢改做储能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有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11度至20度。
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